108年度课语能力中级及中高级认证。听力测验题型认识。好饿哦！今年过年你到底订什么菜？我好期待哦！我也很期待，不知道今年有什么年夜菜。天哪！你干嘛点这么多啊？你多吃一点，你吃一点啦。大拜狗年时节煮印度菜，食都唔得意，请问是什么意思呢？ Hello， 各位同学们，老师又来上课喽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些听力测验的解题技巧。首先呢，第一点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记得好好听题目。再说一次，好好听题目。因为呢，题目的部分只有语音没有文字，但是选项的部分只有文字没有语音哦。 第二，听完题目之后，记下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，要记得人家的 key word 到底是什么哦。第三，如果你很明确的知道答案的话，就赶快点下滑鼠，选下正确的答案，要不然你也可以用删除法来作答哦。第四点也是最重要一点，同学们一定要好好注意了。如果你遇到一些对话理解题的时候呢，里面会有一些 say 啦耶 say 么耶的对话的时候，好好听清楚这些 say 啦耶 say 么耶讲了什么话。譬如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有什么样的情境啊等等的，这是关键哦。同学们，老师在讲，你有在听吗？你都给糖么？ 报名只到8月5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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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很重要，所以念了4次。